預算可以請到啲咩品質嘅平安球？今日錢錢咧又出新貨啦，想同大家睇下。我哋有小萬預算嘅話，種水式點樣去考慮？我一般都係建議大家咧唔好考慮色嘅，主要係考慮種水。1萬幾蚊嘅種水平安球就已經可以達到羅冰甚至乎冰種。呢一款嘅平安球就係萬幾蚊嘅預算，大細達到35嘅尺寸。如果女士戴嘅話，已經係好大氣，哪怕係糯化嘅底，其實佢咧個冰感咧已經係好溢出啦。呢種咧係好有光感嘅啲平安球。當你達到高冰嘅時候，佢個光感係好好嘅。如果係帶綠色嘅呈底，甚至乎綠飄花嘅，前年就會建議你揀呢啲。呢個就係1萬左右嘅飄花，已經係達到好冰嘅一種飄綠花。呢種飄花嘅意境呢，錢錢就好中意啦。每一件都好有品質嘅。若然你作為啲簡單嘅扣頭嘅雙嵌啦，上邊加少少鑽石或者加少少頂珠，佢就已經係好大氣。藍飄花其實亦都係好好睇嘅。呢款呢就係1萬蚊多啲嘅飄花。呢個大大嘅飄花，佢散落喺上邊好舒服。飄花其實呢，佢更講究底子，每一個翡翠呢，佢都係唔同嘅顏色，就好似每一個人唔同嘅性格咁樣。前成日講喺所有題材裏邊最簡約、最唔會過時嘅就係平安球，男女老少佢都啱，佢都係可以代代相傳、源遠流長。平安球介紹到呢度，你仲有咩題材想了解嘅，不妨喺評論區留言俾我。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